您家小朋友是不是也是这种烫颈加圆肩驼背？我来告诉你原因是怎么形成的。很多妈妈、爸爸看到这些坐姿的话，只会要求，哎，你快点肩膀挺起来，挺起来。但是停没一会儿，他又回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重点我们要是抓哪里，把腰先坐直了。因为如果说你的腰是弓着的情况下，人肯定要代偿的，他肯定做不好。你看我这样子抓住他的腰，来，你挺直给我看，挺个胸，再挺，再挺，啊，根本挺不起来。但你看我把他的腰扶正之后，驼个背，驼也很难驼，想让他不要驼背，想让他坐好。重点就是骨盆要先坐正，坐在坐骨上，把我们的底座先摆正，这个时候才是能保持一个良好的。腦筋起題，夢對到，先愛叫正，學個。